台中市日半暝啊，一台玛莎拉蒂冲去弄安全岛，开车的是一个49岁姓汤的女性，伊弄完了啊，这规台车是倒头栽啊，伊人就匿伫个驾驶座内底。等甲消防队员来他救出来的时阵啊，这个酒测伊是超标的啦，表示伊是啉酒了来开车。伊原来承认嘛，食饭时阵啉一罐美露，这警方刷来查到伊伫个10当之内骨力遍拢是酒驾的累犯啊，所以对伊开出了相关12万的罚金，吊销伊的驾照，而且将伊按照公共危险罪来上班了。一台黑色轿车驶过来，大力弄到安全岛规台车边车，安全岛的号志顶搁叫弄甲伫咧摇现，零件落落来嘛沁白烟。真大声声音，互真侪人围过来看，赶紧斗相共报案，安尼引起事故的查某驾驶掉伫咧车内，救护人员赶过来，马紧甲救出来。讲就足大声，想弄到物件安尼尔啦，啊，咱就想啊，咱就出边也无代志就好啊，啊，无半暝也无去出啊。车祸发生伫咧台中惠中路二段含市境北山路口，家己去弄到分隔岛的这一台玛莎拉蒂车头桥弄甲密密麻麻，倒边链仔佮飞到对向车路，驶车是49岁姓汤的查某驾驶，警察对做酒测达0.3，已经涉公共危险罪。酒精浓度测试超过法定标准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姓汤的查某驾驶甲警察讲，昨暝机去甲人食饭，啉一罐杏仁羹，家己驶车要回去，是毋到弄到安全岛互规台车边车，佮甲装伫咧安全岛的号志顶弄甲海去。警察调查出姓汤的查某驾驶去年就捌酒驾扣抓，10年来搁一摆犯罪，所以对伊开出上悬12万罚款，嘛吊销驾照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